我不管你是谁，白绝也好，青木也罢，你若敢赴后池，我绝对不饶你。昨日景昭与北海上君于正午之时，察觉人间煞气有异，一路追寻至凤族梧桐林，只见林中鲜血遍地，深处更有魔气将凤族仙君悉数囚禁，吸尽灵力而亡之惨象。景昭亲眼所见，是凤染上君以魔气施仙，更以魔气将景昭困住。若非北海上君前来相救，白绝神尊及时觉醒，景昭定然死于凤染之手。你所说之言，可有半点虚言？神尊面前，景昭不敢有半句妄言。如若有假，景昭甘受魔气噬心之苦。凤染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我去梧桐林是为了私事，凤族死者跟我没有半点关系。空口无凭，你可有证据？景昭也是空口无凭，他又有何证据？本尊从不偏袒。神尊或可装作不知，但青木不会不知。我凤染生来顶天立地，绝无半句虚言。人若真的是我杀的，认了又有何惧？可此事分明是有人冒充我，如此栽赃，凤染不受。神尊昨日亦在梧桐林，若凤染身有魔气，怎会逃过神尊之眼？凤族之中拥有上君实力的人不在少数，这分明是有人栽赃。神尊沉睡了6万年，难道连这般伎俩也看不出来了吗？古君，古君上神，神尊面前怎可如此不敬？我不管你是谁，白绝也好，青木也罢，你若敢赴后池，我绝对不饶你。带下去。是。青木之身，不过凡俗躯壳。往后在这天界之中，本尊不希望有任何人再提起。是，目光这就下令。本尊刚刚觉醒，还需休养神力。明日便前往苍穹之境。这天宫一切事务，都还交由你做主吧。神尊既已归来，当然由神尊做主了。这本尊心意已决，无需多言。当年神界关闭时，红日神君不幸陨落，神尊身边无人照顾，前往苍穹之境，只怕多有不便。父神，昭儿愿随侍神尊左右，照顾神尊起居饮食。你娇生惯养，如何照顾好神尊啊？退下。景昭是你的女儿，又在梧桐林救过本尊一次，于本尊而言，也算欠她一份情。你若愿意，便跟在我身边，与你修行有益，也算我还你一份情。多谢神尊。